100出頭咧，你就可以攞低及武新城呢個大盤嘅兩房單位啊。58方嘅兩房咧，雖然細啲嚇，麻雀雖小，五臟俱全嘅。咁個廚房咧都係開放式廚房，側邊咧仲有一個生活露台嘅。同埋咧，我哋會睇到咧呢個位置咧係可以做嗰個餐台嘅。咁睇翻個客廳嘅位置，客廳咧非常之方方正正，採光咧同埋通風都非常之 OK 嘅。咁出邊咧會睇到十字門小學一個球場，樓間距非常之闊啊。咁咧前面咧十字門過少少嘅位置咧就係我哋一個十字門嘅一個輕軌站啦。咁遠處咧亦都會睇到馬騮洲山一個山景嘅園林，非常之睇到美麗嚇。咁出邊遠處咧亦都可以睇到我哋成個橫琴金融島嘅一個景觀。如果高層咧可以睇到成個橫琴金融島一個海景嘅。咁再跟住睇翻入邊啦，我哋成一個廳咧非常之方方正正啊。咁平時喺屋企休閒啊，同埋接待朋友啊都非常之 OK 嘅，亦都係非常之足夠嘅空間嚟嘅。咁睇翻衛生間嘅位置，衛生間咧雖然係細啲啊，但亦都可以採用一個乾濕分離嘅一個衛生間，側邊都係有窗嘅。咁呢一個房間咧係可以作為一個書房，亦都有窗嘅，可以作為書房或者係接待朋友一個客房都 OK 嘅，冇問題嘅。咁另外一個房間咧就係我哋一個主人房啦。嗱，喺主人房呢個位置咧，瞓住喺度啊，床頭都可以睇到十字門小學嘅一個球場嘅景觀嘅，咁非常之開闊嘅空間嚇。咁遠處咧亦都可以睇到馬騮洲山嗰個園林景啦，高層咧可以睇到成個澳門同埋橫琴金融島嗰個海景嘅。咁成間屋雖然係細，但係功能咧非常之齊全啦，無論係自己住或者投資都非常之合適嘅，總價低，壓力細，亦都非常之容易打理啊。目前咧公司響應政府嘅以舊換新政策咧，特別推出咗優惠多2個點嘅優惠俾到大家嘅，名額有限啊！有興趣嘅朋友咧，第一時間私聊我。